又翻咗架好嘢啦！呢架真係好抵揸嘅，2009年法拉利 California。咁呢架呢就4.3 90度夾角 V8 engine 自然吸氣嘅。咁呢就同讀者講下聲唔好意思先，因為你見到背景大家都知啦，啱啱搬咗公司，嗰支咁嘅自拍神棍雲台呢，都唔知塞咗去邊。咁近呢1-2條片呢，真係難免有啲手震啦。好，全白色硬接頂開縫，咁呢原裝呢，呢架呢，呢隻款呢就有埋陶瓷碟嘅，呢個最大特色啦，價都要加錢，係呢架唔使加錢。咁呢有460匹，呢架呢就第一架拉力用雙離合器波箱嘅車款啦。呢個係7前速加減波。睇睇內籠先，呢架呢因為佢真係米數好低嘅啫，2萬零公里。內籠裏邊呢保養得好好嘅，你見到啲皮所有嘢好新淨嘅。硬接頂，等陣間呢就會示範一下俾讀者睇睇，開一開佢研究一下。同埋呢架嚟講呢，其實係2+2座位嚟嘅喎，2+2座位。好，開嚟睇下先。雖然呢就冇正式座位即係咁舒服啦，但係你話拉里嚟講呢，有個2+2座位咁梗係好過冇啦。有朋友去下車站或者好短途嘅時間，即係載一載，你都車得到客人嘛，叫做又多啲空間擺嘢。雖然後邊呢都有少少空間，不過呢就有後座擺埋呢就完美啲啦。好，開個頭冚望望先，呢個啦。裏邊機器各方面乾爽精神企理，係啦。呢架車就絕對冇碰撞交通意外嗰啲嘅。公里數亦都低，現時嚟講呢就2萬零公里嘅啫。歡迎呢就第三方驗車嘅。好，而家轉一轉個鏡頭，開一開個縫俾大家睇睇先。而家影一影，開咗縫內籠嘅細節俾大家睇睇先。車就真係冇辦法啦，公里數少呢就真係無敵。見到片裏邊呢都應該感受到係啦，嗰個新淨程度噶啦。同埋呢，而家呢架車呢，新車呢排保價就大概300萬左右。咁而家呢性價比超高噶啦，車價呢為到係15% 左右嘅啫，同當年新車價比較。我嘅片尾呢就有我新地址，係啦，隨時可以約我睇車嘅。關注汽車生活，精明揀汽車，生活更自如。